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阿雄啊，阿雄，雄啊，阿雄啊，雄啊，你死啊啦！叫拢无来听。哦，你叫你是无听是？较紧的啦，较紧的。雄啊，主文呢？主文也无伫遮主文。我听阿讲，昨天下有拄到伊是毋？有啊，昨昏主文啉烧酒醉，根本无停遮困啊。我听阿水也讲，主文根本也无来啊。无来？系啊。哎呦，惨啊！安尼伊会去哪？靠夜搁咧困，咱甲叫，我们来公司啊。妈，哎，你啉到这么醉？阿青啊，不管咱怎样讲，主文也是你一手甲车往大，你啊实在无应该安尼对待伊。我知，我嘛真想要关心伊，要爱伊。我若是看到伊的面，我若想起哦，因迄个不要见笑的老母。因老母的代志啊，无一定是安尼啦。这拢是事实啦。迄时阵哦，伊有心啦，去互办煞，才骗我甲伊结婚的呢。我看是你疑心生暗鬼，要信唔信输在你啦。三妹，我听伊讲一句话，互我替伊安尼足心酸。伊讲这段日子过去真痛苦。阿姐，你应该体谅伊的心情。千万唔通参像主文所讲的，你弟拢甲当作仇人，你敢无法度甲当作是你的亲生囝是？我会去试看，也毋过惊吼，这是白痴的啦。啊，互你甲当作是朋友嘛？啊？假使你心内这个结也是无法度透，你规气从伊老母的代志，你讲互伊听嘛？不要的啦，这对伊无啥物好处啦。对啦，祖文拢讲过，伊要你白如卿呀，问遮清楚。啊？这个死囡仔真是安尼对你讲？是啊，迄天伫宴会，我就发觉讲哦，你看到白如卿了后，你规个人拢共，我就知影讲恁两个人关系啊，毋是遐尔简单。啥物无简单啦？迄个时阵我是感觉人咧无爽快啦。知咧，代志毋是遐尔简单。我绝对袂当回知，我也袂当回接近那查某啦。无可能，而且你也无这个权利啦。好啦，大家再试看卖咧啦，我绝对要叫这个查某离开这个正头啦。你真是哪？你啥？我是白啦，就昨日啉烧酒醉，倒咧阮家巷仔口，是阮妈甲伊插倒转来呢。白，是白如卿的事情。对啊，妈妈哦，就是白如卿。白如卿？嗯。爱人嘞？伊在公司有代志啦，袂当等你请假。我应该好好多谢伊。多谢唔免啦。阮妈讲叫我甲你讲啦，讲你若有心要改过吼，烧酒唔通啉啊济啦，也若无吼会拍歹身体。来记。嗯。多谢。既然伊若无伫咧，我不如先来走。连刚才找一个时间问看伊跟阮老爸到底什么关系。
管。做咩？阿伯哥，请是你转来啊？你敢唔知哦？我呢哦，听我讲你昨暗哦，啉烧酒醉，又搁无转来困，伊是安尼烦恼甲，叫我无论安怎就带伊去牧场找你，你知无？管，是的。莫回失礼个啦，转来就好。迄官的哦，为着你安尼规暝拢无困，你哦，好啊讲者，好啊讲者哈，我来找我母啊吼，讲阮上爱代志，吼，好啊讲嘿。管，我知影你心内真痛苦，才会去啉酒。也毋过啉酒敢会当解决问题是毋是？毋管咱将来安怎，咱拢要振作起。别人会使对不起咱，咱袂用对不起家己啊。是啊，咱袂用对不起家己啊，因为咱受的伤害已经够济啊。搁甲讲，人生追求的，嘛不只是爱情，尤其是一个查某人。我知。知影你就莫互我失望，也若无，你就对不起我。我知影你对我期望。安尼，你就爱徛起来，因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要爱你替我做的代志，你袂通辜负我。我袂辜负你，为着你，我一定会搁再变。只要你知影，我毋是咧责备你。我知影，爱惜我家己，咱就爱惜你家己。你也要糟蹋你家己的身体，安尼，你搁何必解决自身呢？是啊，白如今嘛是安尼讲。伊，我查啉酒醉倒伫因厝的巷仔口，伊是去抄我去因厝歇困的。不管，我怀疑甲阮阿爸的关系无啥对。伊根本是恁老母，我问这个手抓石啊，伊讲毋是啊。安尼并毋轻安怎讲？我清醒的时阵已经去公司啊。我连工才找个时间出门看卖。管，我怀疑我毋是阮阿爸亲生囝。我迄天嘛听到恁阿爸甲水蛇前安尼讲，也毋过我问伊，伊拢毋承认。妈下晡我才找个时间来调查清楚。喂，可能到伊家啦。哎，王主教领导是毋是住伫遮？是啊。啊。你找我小弟要创啥？哦，王主强就是恁小弟哦。爱人咧。哎，少年，那你是咧爱啥？你看我咧配槟榔汁，你连闪到边仔一个心，哈？对吧？因是啥物人？啊？看我这个型哦，都毋是啥物好人啦。啊，我安尼昨暝讲你几句啊，你暗头仔都安那无欢喜去啉酒，规暗无甲我转来，啊，即摆带一寡罗马朋友转来。阿金伯啊，这个人毋是主文的朋友啦。你莫退你讲话啦！老爷，既然敢讲阮是罗马，讲你罗马就罗马是安怎？你甲我听清楚，你叫这个罗马朋友甲我闪我边仔，以后若我看到，你批就甲我边卡。阿金伯啊，好啊啦，啊，这个臭尾囡仔，闹到出去甲我做朋友，你小弟咧？不用处理啊，你总会。甲你讲也无啥啥路用，将我话转达互伊，讲空兵的来找伊啦，叫伊下暗来，我将代志解决清楚。好啦，唔通怪阮兄弟死甲互伊断一骹一手哦。哼！主文啊，你哪要甲恁爸讲清楚啦？我无希望阮阿爸知影主强交到这种朋友。主强哦，一定伫外口哦，在做啥物歹代志啊？要若无这个兄弟袂，唱啥要甲断脚断手？
要安怎？我明仔载来木场吹门看卖。主强，你厝的啊？我叫你去木场啊咧，拄则。我知啦，我有听的，毋是臭耳人啊，啊，毋是我去甲伊解决啦。你是甲因发生啥物代志？当然是我的代志要创呀。我希望会讲来斗相共解决问题啊。替我解决问题，你哦，煞去。我甲你讲哦，后摆我的代志，伊较莫甲要插的。要是紧讲吼，你甲我代志紧解决决咧。哎呦！喂，要找啥？啊，我就是主强啊。主强，我一透早吼，就想要打电话给你，我惊你还袂爬起来。哪有啦？我透早就起来啊，伫遐遮等你的电话啊。我若知影你早就起来哦，我就免等到即摆才敲你。主强，你知影无？我昨一暝拢无困呢，规个头壳内完全拢是你的影子呢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你无相信我信，准煞。相信相信，我当然嘛相信。安尼我是不是会使马上去恁兜甲你食？好啊，那安尼好，不然前久了后吼，你到阮兜门口头等我，嗯？好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将破碎乱梦放予我一人，自己走去找别人，予我心边无半项。你敢知影安尼伤着我的心有偌重，有偌苦痛？你敢知影？阮只希望看到你的人，明知缘尽，团圆是无希望，不过也要等待奇迹出现的迄一天。主强，实在足无拄好啊！是啊，足无拄好的，煞去拄着西北风。这阵大雨，毋哪着我当时才会停好。别不要了，我伫啊。你袂使付出真个感情，也毋过都爱互伊爱，安尼你明白无？秀秀，你先冷是无？秀秀，袂用，主强，咱无用个相爱。是毋是你有男朋友啊？啊，那你是毋是无介意哦？拢毋是。安尼到底是为虾米？你甲我讲好无？主强，我秀秀，将你心里话甲我讲好。无啥物代志。主强，我是烦恼讲，你是毋是真心在爱我？我当然嘛是真心的啊，秀秀，你爱相信我啊。
什么代志？出去讲啊。会经理，你毋知捌阮老爸无？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伫酒会捌见过恁老爸啊。我是讲伫酒会进前，甚至伫少年的时阵。你的意思是讲，阮以前就有熟识还是？无毋对，而且有感情上温暖对吧？温暖。譬如讲男女之间感情上温暖啊。感情上的温暖。哼，这你应该等去问伊啊。你是伊的囝，伊什么代志拢会用甲你讲啊。有一寡代志做老爸是袂甲囝讲的，比如讲伊的恋情啊，还是伊伫外口甲别个查某生过囝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甲你的老爸是过囝？我怀疑迄囡仔就是我。哦，安尼我了解你今仔来的目的。我有听人讲过，讲恁老爸敢若听你小弟，无听你心。既然你若知影，我就无需要问你，你根本无爱我。所以你怀疑讲，你是我甲恁老爸生的，然后交互伊抚养，离开伊，所以伊将所有的怨恨加在你的身上。伊甚至怀疑讲我就是你甲别个查某人生。你安尼想是毋对的。你绝对毋是我的囝，我无需要瞒你，我是有结过婚，也毋过对象毋是你的老爸，我嘛有生过囝，也毋过我的囝生出来已经过身去。你囝过身去啊？是，真是的。这是事实。三婆婆护的时阵，伊就已经过身去。假使你讲的若是真实的，我会当体会你时阵的心情。这拢是事实，我无需要纠缠着我家己的囝。那就请你原谅我，现在直接来问你这件代志。也毋过你甲阮老爸，我无想要甲你讲我甲恁老爸的代志。这句话已经回答我拄则所问的问题。你甲阮老爸毋是酒会才熟识的，而且是足早进前，嘛有感情上温暖对吧？毋是感情上的温暖，是。是啥？你莫问我，你嘛无需要安尼逼我。就亲像你所讲的一句话，咱这两阵的交情也无需要讲到这，你转去，我若会当甲你讲的代志，伊嘛会当甲你讲。阮两个中间有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若总讲了解阮两个中间的温暖，对你嘛无啥物好处。是啦，应该知影我拢应该知影，无应该知影，我也了解甲差不多啊。主啊，虽然你毋是我的囝，但我嘛欢迎你，欢迎你定下来看我。多谢你，那我先来走。喂。妈，我今仔袂等去食暗顿啊啦。嗯。你甲主阳做伙是毋？是啊。我昨暝啊要去市内踅踅啦，然后才要去食饭。哦。毋通袂记妈妈甲你交代的话哦。妈，我知啦，我会去的啦，你放心。有啥物代志，等下再讲咯。嗯。再见。怎样想，拢想无。张经理，
建筑用地这个公司赔你敢得？安怎？王老井的山坡地无适合是？适合啦，是真适合。但毋过，既然适合，就是爱安尼先去做咯。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王学清知影讲你要买这个土地啊，安尼伊敢会答应？伊会答应。伊无答应嘛袂用哩。伊若是无答应，只有破产一条路。拄则我已经叫丁彪甲林代表去甲伊讲。进来，请坐。我来叫头家出来。好，再拜。你看，头家，这样来。头家要找你啦。哦，哎，你定啊，你定啊，你定，啊，来慢行啦，来，阿姐，这，今仔有啥物代志哦？就安尼啦。啊，就是讲，叶总经理啦，拜托我来甲你讲啦，讲伊哦要买你这牧场的土地代志啦。好，买土地啊，白如去要买我土地。